第一个就是量体温，学生进入校园配合量体温。那在家呢，也请家长配合量体温，然后记录在联络簿。第二个就是勤洗手，那经常洗手能防疫，例如上课前、用餐前、如厕后、回家后，保持洗手的习惯。第三个就是佩戴口罩。那提醒进入校园务必要佩戴口罩或自备口罩，避免感染的风险。那因为疫情关系有延后开学的部分，那原本我们原定17号全校的大扫除，我们在17、18、19 3天，然后要求全部的教职员回来进行教室的全体消毒。那包含市府的相关单位也有安排，就是到校园里面进行消毒的部分，也感谢市府的相关单位这样子。在家里每天都要量体温，如果有体温超过38度以上，就要在家休息。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例如勤洗手能防疫，且上厕所后、回家后都要勤洗手，多消毒。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开学了，孩子们的书包都准备好了吗？里面除了文具、课本，家长们要记得帮孩子多准备几片口罩哦。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在开学前已督导各校落实各项防疫准备以及校园环境消毒，让师生可以安心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在市长去年的时候就指示2个防疫的指导原则，一个叫超前部署，第二个呢就是阻绝传染风险于境外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教育部宣布了之后，我们就紧急启动了校园防疫的 SOP。入校园的时候，那么希望留意孩子的戴口罩，然后呢进到校园之后，因为都是这个特定的对象。第1个月入校的时候，那么能够做量体温的动作。在去年的时候，针对中大型的学校，在450个人以上，我们分别都有补助配送1台体温的这个侦测仪，所以相对减轻行政的负担。那像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动作哈，就是量体温还有戴口罩。事实上，我们单单去年1整年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不只有防疫做得好。同时，我们对于学童常见的肠病毒，还有呢流感，我们大概降低的比例将近90%。平时养成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其实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整个防疫的工作要持续下去。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中国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所以社会各界拢纷纷用行动来支持咱的农民。台南市会伫议长郭信良带领之下，无分哪里的议员拢站出来，加上立委陈田辉共同邀请民众做伙来食往来。同时，佮结合爱心总铺师蔡瑞成制作10道往来料理，要互民众更加侪选择。中国政府热情向向禁止进口台湾的往来，引起台湾各界的关心。对此，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民间的企业，拢纷纷用行动来支持农民。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甲无分党派的议员，伫3号上午号召民众做伙来食往来。立委陈田辉也特别出席小厅。这届也结合爱心总铺师蔡瑞成，共同推出10道的往来相关料理，互民众会使将往来来入菜。因为吃凤梨挺农民，这是一项大家朗朗上口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台南市议会不分党派，原则上所有的议员，包括陈定威立委，就用这个行动来挺农民，将凤梨吃到饱，将凤梨带入整个的家庭，将凤梨呢。可以呢，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吃凤梨来挺农民。会后，蔡瑞成总铺师也伫议会准备了往来卤面，提供予现场的议员甲员工做伙来享用无同的口味。
李伟陈廷辉食了这个特别的卤面，也互伊学了甲会搭舌。太棒了，因为这个卤面过去我们传统的卤面没有凤梨的味道，现在这个凤梨的味道加进去就是酸酸甜甜的，非常到位。我不知道说原来凤梨加入了我们台湾的卤面是这么的道地，这么的好吃，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看看凤梨卤面，赞！我现在就把那个笋丁的比例拿掉，放成很多的凤梨进去，这种风味的话就比较就那种天然的果酸，天然的果酸微酸，而且那个甜度也非常的滑顺，不会像一般那种糖还是一般的那种醋的那种酸度那么的强烈。这10道的往来着色菜制作的方法，接下来将会伫议中过信良、立委陈廷辉以及7位议员的脸书来联播。想要学习这几道菜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因的脸书。台南新闻郭博义、何超邦采访报道。另外，民进党台南市东部嘛特别为合知名的网红凤梨叔叔来到台南市的德安百货直播卖往来，并且佮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现场闹热滚滚。3号下午来到台南的德安百货，会使看到有真侪民众聚集做伙。这其实是民进党台南市东部甲网红凤梨叔叔共同举办的行销往来活动，透过凤梨叔叔的高人气来推广台湾的往来，也希望粉丝会使用行动来支持，同时也响应市长黄伟哲的南高屏合作。最主要是就是我们台南市党部有发新闻说，我们现在正在帮台南市的农民卖凤梨嘛，然后凤梨叔叔他看到他觉得很感动，因为最近马龙会行销凤梨，所以他就特别跟我们联系说他要来力挺我们。那就是因为他现在很多朋友喜欢他，他就说那办一场活动，他来帮我们销售凤梨。那所以才1天的时间，我们就赶紧很快速的准备起来，因为就是很赶，但是很匆促，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在他刚好可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赶快来举办这一场活动，大力的把这个推销凤梨的节奏抓得更连续一点哈，不要让这个热度过去。那趁这个时间，农民正在农忙的时候，赶快帮他们边种边摘，我们就边销售，这样子把它卖光这样子。因为刚好我有一个不错的兄长，一个长辈，我有一个长辈跟那个柳营靶场的那个勋哥交情很好，然后所以他就委托我说，今天因为这个勋哥他蛮支持说我们台南这边的这个果农。然后想说可以借由今天这个机会，然后到这边来，然后帮忙一下。那因为我的族群有些很多是年轻朋友，然后希望说，大家可以注重到说这个议题，最近在台湾比较火热这个议题，然后可以帮上一点微薄之力这样子。除了现场卖100箱的往来以外，也将会陆续来行销总共1600箱的往来。现场也规划拍卡着送1粒往来甲试食的活动。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也呼吁市民爱支持台湾的农特产品。台南新闻郭博义、何超邦采访报道。不止政治人物甲网红纷纷来相挺台湾往来，就连宗教庙宇也来响应。台南市大观音亭甲树顶行政宫的董事会就决议，将要购买2万斤的往来，展现民间支持政府帮助往来农民渡过难关的决心。台湾是水果天堂，每到夏季就是往来将要大出的季节，尤其是台南关庙、龙甲、新化、大内三上顶开的往来品质优良，更是受到消费者喜爱。近年来嘛积极拍入日本甲大陆的外销市场。不过，中国大陆伫2月底，较以验出介壳虫的理由，决定自3月起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引起讨论。对此，大观音亭甲树顶行政宫董事会决定帮助台湾农业，将收购2万斤的往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大观音亭树顶行政宫响应政府全面停往来道路。中国大陆是咱往来出口的大宗啦。那么对3月初开始咧，因为咱有验出介壳虫安尼的原因咧。对3月初开始禁止咱的往来进口，阮是认为讲这对于咱的果农非常无公平，嘛非常残忍的一件代志。因为这是一个个案，因为个案来讲的时呢，伊要甲你做扩大解释，要安尼来讲的时，全面影响咧。阮认为讲于心不忍，所以伫阮伫昨昏3月初的董事会内底咧，
做出这个提案，而且做成决议，就是咧，阮要全面响应政府来停这果农，啊，所以决议的结果咧是，阮要向这果农来买1000箱，那么一箱咧是12公斤，所以拢总咧，若换算台斤来讲，拢总是2万台斤的往来。啊，那么到时咧是往来真也毋是圣诞期嘛，那么到时阮会分批，分批咧来，互阮来运送过来，互阮遮咧分送，互阮的婚姻庙啦，互阮的志工啦，互阮的三面礼团啦，互阮的上经团等等，啊，去互阮遮厝边头尾才会受到阮庙会有受到干扰，遮来讲的时阵，做互因一点啊回报，啊嘛是表达讲阮对果农一点啊心意。大观音亭甲树顶行政宫目前已经向南营农产国际行销公司联系，表示将采购2万斤的往来，5万会当发挥宗教安定人心的作用，并呼吁全民消停往来农，大量采购往来甲食用往来，5万会当协助农民共同度过这次的危机。台湾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圣大病院为1994年成立骨髓移植病房，至今已经完成500多例做回干细胞移植，是咱台湾重要的移植中心。医疗团队特别发表成果，希望让民众了解，如果有需要做回干细胞移植的相关治疗，会当提早进行，成功的几率会较大。做回干细胞的移植，也就是俗称的骨髓移植，大部分拢是运用伫血液相关的炎症。为了让更较侪民众会使了解到做回干细胞的移植，圣大病院特别召开记者会，将团队的努力成果做发表。加上这几年来移植的技术进步，除了让成功率提升，也让移植的年龄会使扩大。对此，医生强调，民众如果有相关的需求，拢会使来进行评估，提早来治疗。我想最近几年在这个干细胞移植这个领域呢，其实有相当一个进步哈。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当然就是过去当然都只有局限一些年纪比较轻的病患才能接受做干细胞移植哈。那现在我们能够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也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些移植哈，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就是过去我们都做这个移植呢，大部分都必须要找到白血球抗原呢，或者说 HLA 完全相合的这样的一个捐赠者才能做移植。那最近几年呢，这个所谓的 HLA 半相合的捐赠者的来做移植呢，事实上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而且呢，这个治疗的成功率事实上也相当不错哈，所以让这个很多病患呢，尤其在现在这个少子化这个年代呢，都能够找到这个更快，而且呢有更高的一个机会能够找到适合的捐赠者来做移植。记者会会中，除了医疗团队共同参与，一位上少年甲另外一位65岁接受移植的患者甲家属，也拢共同出席，感谢医疗团队的努力。讲要安怎我安怎讲随在伊啦，信任伊就对啦，算信任伊啦，安尼啦，莫惊吓啦，无要安怎家己无法度出去学去食草药啊，你广告你无效啦，应该是伫咱台南是应该是上优秀的，应该是啦。那做父母的当然是相当难过。看着姐姐受苦，然后弟弟又需要他的干细胞，要不是陈医师的这些医疗团队，还有这些细心又贴心的护理师们的帮助。根据研究显示，做回干细胞的移植，愈早接受就效果愈好。对此，医疗团队也呼吁民众爱接受正规的治疗，莫延误来就医。台湾新闻郭博义、何乔邦采访报道。遐群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安南区民林义晴甲陈秀花翁仔某回馈乡里，捐赠价值260万的救护车以及救护器材，为消防局第6大队安南分队增强救护的能量。由市长代表受奖，并且回赠感谢状，表达敬谢之意。
林义庆、陈秀花翁仔某是安南区在地人，长期热心参与地方公益。伫知影安南消防分队救护车脑区需要汰换后，便表达关进救护车意愿，甲灿阳企业董事长黄文宪等人共同出钱出力，捐出因的第5台救护车。启动救护车，开警示灯，开警报器。这也是2位女士所捐赠的第5部救护车了。所以说，真的他们对于台南市民的健康以及安南区民众的生命安全，真的是尽了最大的心力。我们感谢他们的爱心，感谢他们的仁慈之心，也希望说能够善用这部救护车，能够给病患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最齐全的紧急救护服务，能够让生命抢救的比率再大幅提高。他们2个夫妻那个年所年子，然后呢，那个也蛮辛苦的，存下来的钱，他把这些钱来分享。我想这是不是借用各位的双手，再跟他们鼓掌一下好不好？谢谢。林义庆、陈秀花翁仔某所捐赠的救护车，连同这部救护车在内，已经是因甲灿阳企业捐赠的第5台救护车，特别互人钦佩。黄伟哲表示，台南市61台救护车，拢已经配备了12堵顶心电图，有新型优良的设备，帮助伫第一时间的救护，对着市民的健康安全帮助更是大。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因为看到疫情的冲击，造成真侪表演团队失去舞台，所以特别规划一如春风走透透的活动，为3月6号开始，一直到5月29号，每一个周末将透过行动舞台车，将无同款的表演艺术载到台南市各区，和市民朋友来欣赏。画面当中看到这台舞台车，将会对3月6号开始，一直到5月29号。每礼拜的拜六、拜日出现伫台南的各区，进行无同的艺术表演。这是由着文化局所规划“一如春风行透透”的活动，运用行动的舞台车加入社区，让民众会使更加方便来接近艺术，同时也让政府用行动来支持艺术表演团队。黄伟哲市长对于表演艺术团体都非常的关心跟照顾。那因为他知道说，从今年初开始疫情趋于紧张。很多表演艺术团队都失去了演出的机会。那现在疫情已经渐渐趋缓，那春天也到了，那到处都开满了花朵，所以黄市长也认为说，在这个时机点，也应该让艺术的花朵随着其他的百花，大家共同齐放。所以有这样子的一如春风走透透的活动，透过艺术的卡车跟13个非常精彩的表演艺术团队，要到我们台南市33区来做精彩的演出，让我们的市民大家可以在3月6号一直到5月29号这一段时间，可以欣赏到非常多精彩的表演艺术。第一场的演出将由知名的抓风车剧团伫3月6号新营的中城野区举办。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宣传，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来参与，同时也会使趁机会伫台南无同区来一撮小旅行，亲近社区也熟悉艺术。以前我们看到许多艺文活动，只有在展演厅里面、在音乐厅里面，或是在美术馆里面，不管是动态或静态。现在我们的艺术，借着过去文化局不管是艺术禁区，或是南移民俗艺术节，都在下乡，不过还是在舞台上。现在是进一步这个随着一部卡车吐归台南，这个随着卡车的方式，用卡车的方式，用野台的方式，甚至不搭台的方式，能够进行艺术的飨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感谢的。那我们感谢纸风车乐团的团长纸风车乐团，他们也愿意来跟我们一起让艺术下乡，不仅是下乡，让艺术这个落地，这个不仅不再是高高在上在舞台上，现在在落地，在跟我们这个平易近人、平起平坐。我们很谢谢这样子的方式，也借着这个艺术大卡车、艺术卡车能够更深入到每个偏乡。我们觉得这点是我们很希望也谢谢文化局，谢谢纸风车谢谢戴董事长能够一起把我们台南艺术之都打造得更坚实。在地企业康纳乡也赞助限量的喙烟，互来看表演的观众。
到时阵演出的场地将会规划单一的出入口、实名制登记、量体温等措施，请民众多加来配合。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童少年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特别主办颁奖典礼，并且评选出得到50000的优质儿童少年节目。今仔日要带你来看的是得到5000推荐，在好消息电视台播出的《猫道上的哲学家》。我只是想要赢一次比赛而已啊！为什么小兔子这么想赢得跑步比赛第1名呢？因为他觉得他多才多艺就少了这一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教很严。筹备了2年才推出的儿少节目《猫道上的哲学家》，节目以童话故事搭配插画和舞台剧的形式，由主持人提出各种问题，来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猫道上的哲学家这次可以得到5星奖的肯定，我们非常的开心。这是我们实验系，我们筹备了2年，然后能够做这样的节目，我们觉得很值得。因为我们去参展国际影展的时候，他们讲到未来哪一个国家的电视节目可以让小孩子启发他们的思考，那个国家就有竞争力。后来我们发现德国跟日本的节目很容易让小朋友思考，所以我们回到台湾就想要说做一个节目是让小孩子一点进去就可以参加思考的。我觉得第1次得奖是对于整个团队的一个肯定。对，那有的时候会想说，哇，第1次得奖，那第2次就有更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动力，在第2季可以继续加油。所以我觉得它是，即便我是一个门面，大家看到我，但是后面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在支援，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到奖是也让那个幕后的辛劳也可以提到台面上，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不只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在做的，而是我们大家的心血付出是有一些肯定跟成果的。我们是用这个节目是用童话故事，然后从里面找出一些观点。像那个国王的新衣，我们就会问有没有最美的东西，全世界有没有最美的东西？那如果说小美人鱼说我要到海上去探险了，我们就问小朋友怎么样算长大？那灰姑娘听爸爸妈妈的话，怎么样算是孝顺？好，什么叫公平？是不是一视同仁？等等，让他们可以来讨论思辨。那这个思辨能力的过程，让他们更加的自由，让他们发现真相不止一个。可以从多角度来看，间接慢慢他们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尊重别人、容忍别人的，希望将来他们有公民素养。从儿少观点出发，优质5星儿少节目不断提升内容创意。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5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18度到24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3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